喂，你有冇試過睇樓睇到一個位，心入邊突然之間會彈出一句呢個價錢，如果擺喺香港，可能連個廳都未必買到啊！今日帶大家睇嘅就係中山三鄉嘅駿景峰景悅啦。呢個盤唔係玩堆料式嘅浮誇，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反而係環境真係好舒服，景觀真係開揚，同埋今次我哋主推呢個34棟126平方嘅戶型，做4房嘅格局，對香港家庭客、跨境生活客，甚至想退休自住嘅朋友都會幾有感覺。項目公開資料顯示，樓盤位於三鄉鎮谷都大道，整體嘅洋房大概562戶，大概有600個車位，車位嘅比例大概係1比1.2，走嘅係低密舒適路線，加上山景、湖景同埋高爾夫景觀資源，定位幾鮮明。如果你最近有諗過想嚟珠海近少少，生活節奏又慢少少，空間大翻少少，但係預算嘅話又唔會去到好誇張，咁今日呢條片你真係可以睇落去啦。我成日都話有啲樓盤入到樣板房你就會覺得幾靚，但係有啲樓盤你未入屋，單係行入個小區已經會感覺到，住喺度嘅話，個人應該會慢落嚟。駿景峰景悅公開資料提到，產品線有80到126平方嘅2房到4房，亦即係一直主打山景、湖景、高爾夫景同埋別墅景等開揚景觀嘅資源。部分渠道對項目形容為熱帶園林設計，配套有泳池、兒童活動空間等。因為香港好多時候你買到空間未必買到視野，買到地段未必買到安靜，而呢個盤反而係將開揚感做得幾到位嘅。好啦，入翻個正題，今日嘅主角就係34棟126平方戶型。公開渠道顯示，33到34棟有89到126平方嘅產品。126平方呢個單位定位就係4房2衛，而且一般會強調南北對流，帶裝修交付。講真啦，126個平方喺內地市場嘅話未必算超大，但如果你用香港人嘅標準去睇嘅話，呢個已經唔係用夠用2個字嚟形容啦，而係會有一種終於唔使將間房當儲物室先啦。一入門我自己會先睇翻個廳，因為客廳好唔好用嘅話，決定咗你屋企係住人定係擺家私。126平方4個房，通常最吸引係個廳會比較完整，你擺入標準嘅梳化、電視櫃、餐台、人行位都仲舒服，唔會出現一種情況，你請2個朋友上嚟食飯嘅話，其中一個仲要就住雪櫃開門。如果你係家庭客，有小朋友、長輩或者將來諗住北上長住嘅話，客廳夠唔夠開揚真係好重要。4房最驚嘅係咩？最驚係名義4房，實質3房半，即係一間房細到只可以放張凳同一部風扇。但係126平方做到4房，重點就係用途會比較清晰，你完全可以咁樣分配：一間做主人房，一間俾小朋友，一間做長輩房，仲有一間你可以做書房、衣帽間。依家好多香港客北上已經唔係單純嘅 weekend house， 有人真係會1個星期過嚟住幾日，有人會 remote work 啦，有人甚至會諗住退休前提前部署。咁4房嘅彈性呢，就真係好實用。南北對流呢樣嘢，香港人會特別受落，因為喺香港住得耐，你就會知道通風好真係影響生活質量。如果廳同埋間房嘅開窗面做得合理嘅話，夏天個體感會舒服好多，空間嘅流動感都會自然啲。簡單嚟講呢，就係唔單純靠冷氣創造幸福啦，而係成間屋本身已經係識呼吸啦。而售樓部都有提到交付係帶裝修，部分房源甚至會配套家私、家電或者禮包。對香港客戶嚟講嘅話，最大意義唔係慳翻幾多裝修錢，而係慳時間慳心力。你諗下啦，如果你喺香港翻工嘅話，又要隔住個關口翻嚟搞內地裝修，你真係會懷疑人生㗎。所以帶裝修單位對跨境客真係友善咗好多。你買完嘅話，原裝求其執一執就可以開始用啦。再講返交通，對香港客嚟講，交通唔單止係返工快唔快，仲包括返香港麻唔麻煩，去珠海容唔容易，平時出入順唔順。項目地址公開可以查到中山市三鄉鎮谷都大道，鄰近珠105、珠三角西部相關嘅路網，駕車就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口岸方向，有通達性優勢。具體市場因路況會有差異。
但靠珠海方向方便跨城係佢一直以嚟嘅核心敘事。即係話，如果你平時活動範圍喺香港、澳門、珠海、中山南部，咁三鄉真係一個幾中間幾順手嘅位置。呢個位置唔係話吹到你落樓就過關，但佢價值在於你揸車去珠海方向好順，去港珠澳大橋口岸都有認知度。對於港澳人士嚟講嘅話，就會覺得呢度我願意經常過嚟嘅距離感。所以如果你問我駿景風景悅34棟126平方呢個戶型值唔值得香港人去睇，我會話如果你想要嘅唔只係有個單位，而係想要一個住落去會舒服、會想再返去嘅地方，咁佢真係值得你親自行一次。因為呢個盤最吸引人嘅唔只係四房，而係四房背後嗰種生活方式。你有空間，你有景觀，你有園林，你離珠海嘅方向唔會話太遠，附近有學校嘅資源，日常生活配套又唔算斷層。最驚買樓係咩？最驚係你買完咗之後個空間大咗，但生活未必開心咗。而有啲盤你未必一入去就哇一聲，但係你會越睇越覺得呢度真係幾適合生活喎。駿景風景悅，我覺得就係後者。如果你屋企有小朋友嘅話，園林就係活動空間；如果有長輩，園林就係散步空間；如果係你自己壓力大嘅話，園林就係你夜晚落樓行2圈，順便令自己嘅腦靜一靜嘅地方。最重要嘅係園林同景觀唔單止為咗好睇，而係可以改變你住落去嘅狀態。